这样随选朗读可以朗读文件、朗读网页呢。那请安问候图文那个会不会朗读啊？这个可以朗读邮件呢，朗读网址，朗读影片标签，放大呢，我看它放大，放大。真的嘞，清楚荧幕3下进行放大嘞。这两种呢，一种是按钮呢，一种是弹3下的啦。难怪怎么直播的时候都叫人家说画面弹3下，画面弹3下的放大呢。
要先有开啊，你现在是开启了，哎，开启，已经开启了哦，哎，真的嘞，啊，但是放大以后变成按3下回复，按3下，你看放大，跑掉了，要两指大拇指跟食指配合来向中间滑动，就会拉下来了。清除荧幕3下进行放大，要复原再同样按3下。哎，你看复原了，哎嘿嘿，真的嘞，放大器耶，哦，字有的很小，要让它变大就是用这样的。啊，再按3下就会恢复了。哎呀，自动旋转荧幕哎，嗯，放大这个地方选项有2种，一种是荧幕下方的协助按钮、协助工具按钮，一个是按3下，轻触荧幕3下，不必很用力弹了，轻触荧幕3下放大，再轻触荧幕3下就复原。这么多种，无障碍设定了这么多种。这是一个中文语音合成的范例。这是一个中文语音合成的范例。清楚了，可以听得清楚了。这个功能这么好。这么厉害，文字转语音输出就可以用说话来收信了。
说话就会帮你转成文字来进行收信，说给手机助理听了，帮你收信，还有对话，你看，很厉害呀。语言有这么多种，中文简体的、繁体的、丹麦文、俄文。2022年2月份了，发生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战争了，已经3个礼拜多了啦。今天3月18号了，俄国便遇到困难了，最好不要杀生了。上天也好生之德了，破坏很多建筑物，还让很多家庭破裂。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弱强势，就是累世以来的吃肉啦、杀生啦、杀害动物啦、吃动物的肉啦，然后动物去投胎转世会报仇啊，有仇恨的心呢，很容易引发战争呢。所以最好就是要吃素啦，不要再杀生啦，提倡吃素啦，环保救地球，还可以防新型冠状病毒，还可以断了那个战争的根本原因呢。日文、韩文都有呢，泰文也有，还有越南文、也有呢，越南文也有呢，菲律宾文也有呢。语言使用系统语，中文呢，现在用的是中文呢。难道还可以选其他的吗？文字转语音输出，真的哦？它会不会自动侦测啊？Google 的呢？会不会自动去念那个外国文字啊？比如说西班牙文，无障碍选单，控制手势啊，硬件按钮，导航，开启服务，导航，太阳呢？刚刚操作的是放大了，放大器让那个字很大，看得清楚。对，
还没有用那个相机来看呢。退出来用相机来实际看看。按3下，真的嘞，按3下就放大了嘞。还很清楚吗？没有很清楚嘞。真的嘞，这么还是很清楚嘞。还可以放大，还可以拍照。哦，27度，这样算很清楚呢。按3下收会放大嘞。现在是放大了，拉近又放大了。哦，真的嘞，拉近又放大嘞。那如果没有弹3下呢？你看拉近也不清楚啊，没有弹3下哦，拉近了，现在已经把它用力磨，磨得很大了。哦，那个去佛堂上课，距离没有50公尺，太夸张了。距离是20-30公尺，有的有的距离30-40公尺远，还想要把黑板上的字看得清楚，还想要把投影片上的字变大变清楚，哦，就可以用弹3下。哇，弹3下变那么大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双手，大拇指、中指，大拇指、食指向中间滑，一起向中间滑。按一下它会，哦，光线会补强。你看字变大，按3下恢复。还要看哦，按3下，哦，放大了。哎呦，按3下恢复了，按3下，哦，按3下放大，你看，还可以拍照，还可以很清楚。按3下恢复。哎，你不会啊？有了，会恢复。你看，没有放大功能，把那现在用相机在看东西了，模糊，没有把它放大哦，只是把它拉近。现在要按3下放大哦。哇，变那么大。晚上看比较不清楚哦，按一下还会补强光线呢。有时候你看，超出范围的大，大拇指跟食指一起向中间滑，来把它放小，大到没有办法全部在荧幕里面了。还有 AI 耶，你有没有看到 AI 呀？按一下 AI，智慧 AI 智慧，你看智慧镜头要做什么用？
哦，你看，按一下那个闪光呢，补光线呢，按一下 AI，按一下智慧。哇，那个字也可以看得清楚了，真的是比相机还清楚。相机只是拉近，但是模糊。这个是放大器的功能，再按3下就会复原哦。按一下萤幕3下，诶，不会耶，可能要按上面。哦，要按上面呢。嗯，按这么远哦。哇，现在这么远了，按3下。哇，拉近了，再按3下。哎，还是要把它拉，还是要先把它移动，还是要先把它移动到，太近了，太近放大以后跑出荧幕外了，好像现在这样这么大，按3下要放大咯。真的嘞，放大后还很清楚，晚上拍的还很清楚，按3下复原。啊，放大器真好用，真的是放大器真好用。